继续来看台中逢甲夜市有一间自助式的充电站，这个充电1分钟是1块，有来开发票。结果竟然有民众开200块，连印200张1块的发票，全部拢是连号。安尼又在顾客来印发票，当然袂使哩。所以国税局就找业者来约谈，请业者都要改变掉开发票的模式，才会当避免消费者过来洗发票。 手机用线接印发票的机器，结果连充电专用的 App 就会开始充电，1分钟1块，充好了，你一个发票机会自动印发票。这是台中逢甲夜市自助的充电站，有民众发现讲，设定充电1分钟会使分配结效，都开200块一个手印200张1块的发票，各拢连号，搁铺上网络分享这个撇步，让生理人真困扰。 跟客人说可以不要这样子嘛，但是客人就会说啊，这不是自助式的嘛。消费者连印发票，国税局煞约谈生理人，佮将7、8月份的电子发票配额减甲剩500张，业者真不满。发票数量若救水，若是发票用了啊，未付申请，那呢敢是倒漏税 ？App 设定的模式设定1元开1张发票，这样子是违反税法规定的。他要按储值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来开发票。 国税局讲，业者应该伫消费者入钱的时就开发票，毋是消费者使用后才分配开发票。而且评估这个自助的充电站的会员差不多100外个尔，7、8月份有500张发票绝对有够。因讲业者应该改变开发票的模式，才有避免消费者洗发票的状况搁发生。